做人处事的智慧与哲学。在社会中行走，我们需要掌握一些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，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以下几点智慧值得我们细细体会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。一、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过去。过去的经历无需成为公开的故事，它属于你的私密财产，而不是他人评价你的素材。与其陷入过往的情感纠葛或分享曾经的失败，不如专注于现在的行动和未来的计划。二、进入新环境要注意低调。初到新环境时，低调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观察是了解环境和人的最佳方式，而非急于表现。低调能帮助你避开不必要的风险，稳步扎根。三、小事要大度一些，而大事要绝情一些。对于琐碎的小事，不必斤斤计较，以免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；而当面对大事时，则需果断决策，避免优柔寡断导致更大损失。大度与绝情并非矛盾，而是智慧的平衡。四、保持神秘，自带威严。过于透明的人，往往失去了掌控局面的能力。适度保持神秘感，能为你带来额外的威严与吸引力。让人无法轻易看穿你，是一种保护，也是权力的象征。五、微笑不一定是礼貌，也可能是警告。微笑是一种多层次的语言，可以传达友善，也可以表示戒备。当你用微笑应对尴尬或敌意时，这种平和的表情往往蕴藏着无声的警告。六、克制自己的反驳欲，学会赞美和闭嘴。与其急于反驳他人，不如保持克制，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。适当的赞美能化解矛盾，而沈默往往是一种更有力的回应。七、你越在意什么，什么就越折磨你。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某件事或某人身上，反而容易让自己陷入痛苦。学会适时放下，才能更自由地面对生活。八、你在意了谁的想法，你就成了谁的奴隶。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，会让你失去自我。只有忠于内心，才能真正摆脱他人的掌控，过上自己的生活。九、没有人能够伤害你，除非你同意。情绪的掌控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若你选择不被冒犯，就无人能真正伤害你。10. 任何时候都不要撕破，任何矛盾出现时，永远不要做那个掀桌子的人。在矛盾中保持冷静，不轻易撕破脸，往往能为未来留下一线生机。江湖路远，很多人可能还会再见，适当的体面是对长远人际关系的尊重。11. 善于控制情绪去表达情绪，而不是带着情绪去表达。带住情绪表达，往往会让事情失控。学会管理情绪，选择理性的方式表达，才是真正的成熟。12. 对讨厌的人露出微笑，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恶心。在社交场合中，适当的伪装是一种生存技巧。即便对不喜欢的人，也要保持礼貌，这是一种冷静而强大的表现。13. 眼光毒，胆子大，脑子活，嘴巴甜，脸皮厚，手段狠，心肠硬，城府深。这些特质的结合，无疑构成了成功的秘诀。他们看似功利，却是对竞争激烈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。结语：这些处世哲学并非让我们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。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应对，既不迷失自我，也能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做人处事的智慧与哲学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，学会做人处事的智慧是一种无价的能力。这不仅关乎如何与人相处，更关乎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韧。以下几点智慧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考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与职场中游刃有余。1.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过去。你的过去是你独有的财富，无需向外界毫无保留地展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痕与故事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。当你轻易吐露过去的挫折或秘密时，很可能被别人用来评价或攻击你。不如将过去的经历作为自己的养分，转化为行动力，用未来的成就让人刮目相看。2. 进入新环境要注意低调。初入新环境时，低调是一种智慧。过早高调表现可能招致误解或嫉妒，而审慎的观察和谦逊的态度能帮助你快速融入环境，并找准自己的位置。
记住，真正的高光时刻不是一开始，而是当你积累足够实力后自然而然的绽放。3. 小事要大度一些，而大事要绝情一些。人际交往中，对小事斤斤计较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琐碎之中，失去全局视野。而在涉及原则的大事上，则要有决断力，学会果断取舍。所谓有所不畏，才能有所谓，懂得放下无关紧要的细节，才能集中精力应对真正重要的挑战。4. 保持神秘，自带威严。在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，适当保留自己的神秘感是一种优势。当别人无法完全读懂你时，会对你保有敬畏之心。这种不可预测性会成为你的筹码，既能避免被轻视，也能让你在关键时刻掌控局势。5. 微笑不一定是礼貌，也可能是警告。微笑是一种微妙而强大的沟通工具，在不同情境下，它可以代表友善、包容，甚至是一种无声的拒绝或警告。面对挑衅时，用微笑代替激烈的反应，往往能让对方摸不着头脑，同时保持你的从容与格局。6. 克制自己的反驳欲，学会赞美和闭嘴。辩驳并不能改变别人的看法，反而可能激化矛盾。克制反驳欲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与其争论，不如适时给予赞美，或选择沈默，让时间证明一切。赞美能化解对立，沈默则是一种更有力的智慧。7. 你越在意什么，什么就越折磨你。过度在意某件事，往往会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负担。学会释怀，不被外界的评价和细节束缚，才能真正解放自己。只有当你放下那些过分在意的东西，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静。8. 你在意了谁的想法，你就成了谁的奴隶。生活中，过度迎合他人的期待，只会让自己失去方向。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。你只有忠于自己，才能活出真正的价值，摆脱成为他人思想附庸的困境。9. 没有人能够伤害你，除非你同意。伤害的本质往往是我们的内心感知，而非外界的行为。如果我们选择不被冒犯，便无人能伤害我们。这种心态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关键在于学会自我调节，无惧外界的流言蜚语。10. 任何时候都不要撕破，任何矛盾出现时，永远不要做那个掀桌子的人。矛盾无法避免，但撕破脸的代价往往高于问题本身。保持冷静，学会用智慧而非冲动处理矛盾，给彼此留一份体面，不仅是兑现时局势的尊重，也是为将来预留更多的可能性。11. 善于控制情绪去表达情绪，而不是带着情绪去表达。情绪是人类本能，但失控的情绪往往会让局面恶化。学会控制情绪，用冷静的语言传达自己的想法，不仅更有说服力，还能在危机时刻展现你的理性与智慧。12. 对讨厌的人露出微笑，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恶心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对不喜欢的人保持礼貌是一种基本功。虽然这看似伪装，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适度的假装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局面，而不是因感情用事而失控。13. 眼光毒，胆子大，脑子活，嘴巴甜，脸皮厚，手段狠，心肠硬，城府深。这些特质汇集了成功人士的特征。眼光决定方向，胆量决定行动，脑力决定创造力，而嘴巴与脸皮则决定了社交能力。手段和心态的成熟，则保证了在竞争中能持久立足。成功往往是综合能力的体现。结语：人生如戏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。这些智慧的建议，并非教我们冷漠与功利，而是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中守住内心的初心，同时灵活应对外界的变化。在坚守原则与道德底线的同时，也需要学会随机应变，这样才能在人生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光芒。